今日嚟到維港灣嘅第5座，安裝總共5把風扇，即刻去睇下個安裝過程係點樣做啦。大家好，用電安全同我哋每一個家庭都息息相關。有冇試過屋企成日無端端跳掣，電器產品突然聞到有燶味，甚至乎出煙着火呢？如果你或者你嘅屋企人親身經歷過，就一定知道呢啲絕對唔係小事。大家成日睇新聞都見到好多由電線短路導致嚴重火災嘅慘劇，但係其實大家有冇認真諗過，點解好地地嘅電線會短路，演變成不可挽回嘅電力裝置意外或者火災呢？今日呢條影片，我同各位一齊去現場睇下，乜嘢叫唔合乎規格地去處理固定電力裝置，睇下出面一啲不符合機電工程署工作守則要求嘅公司或者人士，連最基本嘅銷售同埋安裝天花燈都可以埋下咗咁多漏電，甚至乎引致火災嘅巨大風險隱患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片睇下。呢個燈掣做翻個記錄俾客人。呢支燈呢係3星嘅芯片，咁但係安裝呢個底盤呢一定唔符合機電工程署嘅規格噶啦，因為呢完全冇做漏電保護嘅。一陣間我哋會幫你做翻噶啦。呢支呢係舊嗰支燈，同你安裝嗰個呢肯定唔係註冊電工嚟嘅。點解呢？你呢條水線本身有喺度嘅，佢呢就冇同你接，不特止呢仲幫你甩開咗。咁你成屋嘅燈呢，佢啲漏電保護呢就等於斷開咗。咁陣間我會幫你做翻接翻佢噶啦，跟翻機電工程署嘅工作守則嘅要求嚟做嘅。呢條水線呢係你本身嘅，原本發展商一定係同你接通一齊嘅，就點解甩咗呢？多數都係裝燈嗰啲人呢，咁自己又唔識啦，或者佢唔知黑嘢啦，就甩開咗。一陣間會同你接翻佢，因為呢依家安裝呢個風扇呢係需要做漏電保護同埋接地嘅。依家呢個燈就係 Schneider 嘅 Effector On 啦，咁依家係熄燈狀態，有159V。同時幫我開個燈掣，嗱開咗呢，佢依家係220，幫我熄咗佢。熄咗呢，咁啊180。咁陣間呢，我哋幫客人處理咗個燈掣呢，就解決咗呢個問題，即係呢個叫做熄燈狀態係可以斷到電嘅呢個問題。呢度爆炸螺絲、接地水線，呢度威亞做翻個工作記錄俾你。天花頂呢度全部同你收齊晒㗎啦。轉頭同你試機，呢支已經裝好啦。咁依家咧就裝呢支，呢個之前客人喺將軍澳買嘅，同樣地又係成個底盤都冇做接地嘅，金屬部分就咁2條線，一陣間幫你做翻啱佢。呢度拆咗支舊燈落嚟，你本身呢度上邊又係有條水線喺度嘅，呢個咧佢只係冇接啫，但係咧佢冇同你甩開佢。咁一陣間我哋幫你跟翻佢啦。呢支都裝起咗啦，爆炸螺絲，威亞接地水線最緊要接地啊！呢支裝起，呢支係第2支都裝起，陣間試機呢支應該就係內地噶啦，又係冇做接地嘅，幫你做翻。一拆個底盤條線就甩咗出嚟，爭膠爭得唔緊，水線又係冇同你接啦，應該係淘寶嘅。第3支36寸裝起咗，爆炸螺絲、接地水線、威亞齊晒。呢支又係舊燈，同一個外判或者係啲無牌人士做嘅，水線一樣都冇接嘅，陣間都係會幫你做翻好嘅。呢個呢係膠嘅雙絕緣，所以就唔需要做接地啦。爆炸螺絲做晒，呢度有條威亞，呢一支呢係一支迷你嘅28寸嘅伸縮風扇，轉頭試機俾你，通一通電啊，着嘅。兩把防盜螺絲，呢個係28寸嘅伸縮風扇，裝起咗。嗱，呢個位剛剛幫你盡量攞開個櫃門 OK 嘅，呢邊都係掂唔到嘅。呢個最尾一支舊燈幫你拆嘅，咁樣用呢個方法接地呢係冇意思嘅，因為本身支燈冇水線。見嘅水線冇接，純粹即係做樣嘅啫，冇任何漏電保護嘅效果。客人呢有5個產品，咁5個燈仔呢都係呢啲熄燈狀態會發光嘅。咁我哋呢就幫客人將呢個燈仔處理咗啦。咁由註冊電工幫你處理呢，就會將以上嘅工序喺翻我哋嘅 WL1A 入邊寫明嘅，咁證明係符合安全規格。依家處理好呢一個噶啦，熄燈唔發光噶啦。依家開到燈嘅 ，OK， 做個記錄俾你。呢個產品都做咗啦。OK， 先試第一步，呢個係 FC580嘅36寸，熄燈、開燈，去黃嗰邊，去白嗰邊自然，再去白，下邊呢個較暗，呢個較光，月亮仔代表夜燈，風扇1、2、3、4、5、6， 6最快，1最慢，直接開去第6。咁風扇同燈係可以一齊開，或者淨開風扇。咁現在呢個呢係用咗短杆嘅，即係用咗超短杆10cm 嗰個，可以試埋個反吹右上角撳一下。
反吹，平時想啲風可以做到空氣流通，但係又唔想覺得啲風直接吹住，就用呢個啦。同樣有6個速度，撳翻去1。咁如果中意大風啲，想涼啲，向翻下吹，撳右上角。OK， 開翻個燈，校翻光。咁呢支係主人房第一支完成。呢個櫃門啱啱咧喺呢個燈位同你裝到最貼噶啦。呢個櫃門咧最多就開到呢度，再開就會撞到噶啦。咁所以咧要習慣熄咗呢個風扇先至開呢個櫃門啦。呢度到噶啦，即係呢個角度已經到噶啦。好，依家燈就開咗。咁剛剛咧呢個櫃門咧呢個係開到嘅，燈可以做到熄開，然後咧可以喺開嘅時候呢個符號就係可以校光暗，減就係校光暗，暗咧加咧就係校光，加減就係光暗。而另外嗰邊咧就一個 K 字，即係中間呢粒，呢個咧就校黃光，越減咧佢就越黃，越加咧佢就越白，咁啊因應你自己喜好啦。咁然後咧有粒月亮仔就係夜燈，喺月亮仔上面呢個 K 字撳一下就會快速嘅轉色溫，呢個自然光，呢個最光，呢個就係白光，呢個就係黃光。咁風扇咧總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個速度。咁依家咧我將佢撳去第6，開到最大先。咁依家咧就最大風啦。咁如果覺得佢太大風啦，咪開1啦，2、3、4、5都得嘅。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反吹功能，呢個 remote 嘅左上角第2粒 F， 啲風就向下吹 ，R 就向上抽。撳一下，咁個扇葉就會慢慢收埋。咁我哋咧就熄咗個燈佢先，睇下佢收埋。咁個葉由下向上望，順時針轉，啲風就向上抽，就唔會直接吹住下邊啦。咁大間房都係持續有呢個空氣循環嘅，就唔會話完全冇風向翻下吹。撳 F， 咁我試齊晒所有功能先至走嘅。好，開翻個燈佢。咁呢個就第2支睡房，呢個都完成。開掣。呢間純粹試啦，咁呢個遙控可以做到熄開，然後咧就快速嘅，呢個係黃光，呢個係自然光最光，呢個咧係白光，咁然後咧下邊有個月亮仔，呢個就係個夜燈。咁如果咧我哋可以喺中間呢個掣向個加號，咁佢咧就越撳個加字就係白光，撳個減字咧就係黃光。在左手邊呢個咧加號咧就係較光，減號咧就係較暗。好啦，咁依家就試風扇。風扇總共有6個速度，6就最快，1就最慢。我直接撳去第6速。咁一般咧，大概30零秒左右咧，就 feel 到有風噶啦。咁呢個風係向下吹緊嘅。咁剛剛呢兩邊嘅櫃門咧，我幫你度過啦。開住風扇開門咧都可以嘅，即係佢有足夠空間。但係剛剛嗰兩間房咧，就要開某啲櫃門嘅時候咧，就要熄咗把風扇，咁避免佢即係有撞到。咁燈同風扇可以分別開或者一齊開。我而家熄咗個燈佢，淨係開風扇。咁然後有時可能你覺得啲風直接向下吹好猛，你可以撳去1，亦或者咧你覺得直情係想只係做空氣流通，唔想啲風直接吹住你，喺呢個遙控嘅右上角第2粒有個 R 嘅符號，撳咗之後呢，咁個風扇葉就會慢慢收埋，然後呢就會見到個風扇呢由下向上望個風扇葉順時針轉，咁啲風呢就向上抽嘅。咁呢種狀態呢，啲風呢就只會喺牆身滲翻落嚟，就唔會直接吹住個人啦。可以冬天啊嗰啲時間用都得。我應該幫你校翻向下，撳翻去 F。呢個睡房嘅第3支完成。咁呢兩支呢就係42寸嚟嘅。咁依家呢，我先試左手邊呢支，佢呢啲遙控呢係1對1嘅，所以互相之間唔會干擾。我用個遙控熄咗佢，再用個遙控開翻佢。喺開燈嘅狀態，撳黃色呢粒掣就係去黃光嗰邊，撳白色呢粒掣就係去自然光，然後就去白光嗰邊，咁因應你個人喜好就得噶啦。咁然後呢個月亮仔就係夜燈，夜燈咧就係最暗噶啦。咁如果我哋想光翻，喺月亮仔嘅右手邊撳一下，撳兩下，一路撳或者 hold 住佢，咁佢咧就去到最光嘅狀態啦。相對你想暗就減。呢個最暗啦，燈同風扇好似依家可以一齊開或者獨立開。最左上角我熄咗個燈佢，風扇繼續開緊。風扇總共有6個速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直接撳去第6速，咁佢將會係最大風嘅。好，咁如果我想佢細風啲，直接撳去你想要個速度，例如1。如果咁樣嘅風你都覺得太大嘅，最右上角撳一下，風扇葉會慢慢收翻埋，直到靜止。然後咧，佢就會由下向上望，順時針轉，咁啲風咧就變咗係向上抽。咁呢個咧係一個反吹嘅功能，同樣都有6個速度。咁呢個咧就可以應用於如果你話冬天啊，或者係一啲比較溫度唔高嘅時候，但係又想做空氣循環，就用呢個方法啦。咁我直接撳去第6，咁我呢邊一路就 keep 住用呢個方向吹啦。呢個係客廳嘅呢支，咁我依家示範廳。
呢支係飯廳，呢個飯廳呢個都係42寸嚟嘅，同樣嘅功能，熄開、校黃光、校白光、校暗、校夜燈、校光。然後將個燈熄咗佢，呢個開關燈，將個風扇反吹。咁以呢個環境而言呢，因為呢邊有窗，咁如果一般坐喺呢度係焗啲嘅，呢邊嘅風向下吹，而反而呢邊呢，因為佢有冷氣，呢邊嘅風呢就變咗向上抽，咁張餐台呢就唔會俾啲風吹得太硬。咁樣就可以做到一個向下吹，一個向上抽呢，形成一個8字形嘅循環。咁成個空間呢就會處於一個空氣流通嘅狀態啦。呢邊就引生風呢，假設溫度唔高開窗，或者當你閂晒窗開冷氣，就會將冷氣嘅功能增益。依家呢兩支都係向上吹緊嘅，我將呢支向翻下吹。咁啊操作好簡單嘅啫，最右上角撳一下就得噶啦。咁遙控呢，每半年記得換一次電芯，確保呢唔好因為電池漏水，咁啊導致到佢呢嗰個電池壞咗，咁啊保養會失效嘅。好，操作呢部分講完。好啦，咁依家左手邊呢支客廳，我就幫你校咗用黃光，右手邊嗰邊就校咗用自然光。咁啊，周圍啲風啊都係吹得好均勻嘅。咁剛剛呢5支風扇，咁有3支係飛利浦嘅香港原廠行貨，享有行貨嘅2年原廠零件保養。咁啊，使用咗我哋全方位安裝服務呢，我哋係包括2年嘅上門有壞一換一，不限次數註冊持牌電工嘅上門保養。咁亦會根據機電工程署嘅工作守則內容要求呢，出翻份 WL1A 完成工作證明書，證明5個產品嗰個係符合安全規格嘅。咁另外2間細房用嘅係 TYL 嘅自家嘅28寸超薄伸縮風扇，咁啊同樣都享有2年嘅原廠零件保養同埋2年嘅註冊持牌電工上門保養，不限次數。整個操作影片呢，我哋都會俾翻客人做一份備份，我哋會保留5年。咁啊，客人有需要時可以隨時向我哋索取。多謝晒。啱啱各位睇完我嘅安裝工作記錄，係唔係對我喺影片入邊所講嘅一啲隱患冇乜概念呢？客人嘅舊燈本身就唔符合安全規格，包括金屬電力裝置最基本嘅接地漏電保護都冇做，再加埋外判無牌人士嘅一啲習慣性壞動作，將本身發展商已經做完善嘅接地水線直接剪斷咗。咁樣做不但令到裝置完全喪失咗接地漏電保護功能，更加無法喺第一時間觸發微型斷路器 MCB 或者漏電斷路器 RCD 嘅跳掣保護功能。而呢啲無牌人士好多時只係為咗賺取個安裝人工，根本無視產品係咪符合安全規格。只要客人要求安裝，不論產品係危險定安全，佢哋都照樣處理。咁樣做雖然表面上係幫客人裝咗支燈，邏輯上客人以為裝得上去就代表安全，但真實情況根本係完全相反。咁樣做不單止好危險，更加將全家人嘅安全置之不理，喺屋企埋下咗隨時觸電同埋燒着嘢嘅火災風險。所以點解好多客人經過網店或者 WhatsApp 向我哋客服查詢，問我哋會唔會代客安裝網購淘寶翻嚟嘅天花燈具或者天花風扇燈？我哋嘅客服同事都會斬釘截鐵咁同客人講，只要係唔符合 IEC 60598安全規格嘅產品，我哋作為機電工程署註冊電業承辦商，絕對有責任提醒翻客人唔好去安裝，因為你根本無法確保產品嘅安全性，以及日後有機會衍生嘅嚴重問題。所以喺度，我再次鄭重同各位朋友講， TY Lighting 絕對唔會為任何唔符合 IEC 60598或同等安全規格嘅產品提供安裝、改裝、檢查或者維修服務。今次我哋就講到呢度，各位朋友，如果對今日影片嘅內容有任何疑問，或者想了解更多，歡迎直接喺影片下面留言，或者隨時 WhatsApp 920538831聯絡我哋嘅客服 Eva， 我哋團隊一定第一時間幫到你。記住我呢一句成日掛喺口邊嘅口頭禪，用電安全，人命關天，平幾百蚊絕對唔值得拎全家人嘅安全去賭。記得購買合乎安全規格嘅產品，同埋揾合法合規承辦商以及註冊電工處理固定電力裝置，咁樣就用得放心，住得安心。中意我哋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出去，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